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带大家做伙来食冰。古早讲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。热天卖冰的生意特别好，大家拢增加一泡泡。素食店的业者为了要做这个生意，杀牛奶糖口味的冰，也就是古早味的冰，引起网友大家相争拍卡。若超商嘛杀猪仔汽水口味的双麒麟，互民众讲有细汉时的气味。另外，阁有一间为美国来的冰店，讲是全世界上早冰淇淋的店，即马来到台北开分店。经企业者统计，上届有销头一名的口味就是古早味，叫做跳跳糖。看起来即马卖冰上届时行，带大家做伙来笑念古早的记忆。一球卡卡满，顶悬搁甲3只的彩色的糖啊，搁斟酌用这个巧克力豆的这个脆片来甲装饰一下，足古锥的这个细只型冰淇淋都安尼完成啊。就是感觉比较清爽，他一来就来吃。口味很多，比较清爽，然后又感觉很新鲜。热天冰品已经开打了，这间自美国来的冰淇淋店，就伫台北的松山区来找位抓安尼32种口味在里景呢。上热销排第1名的是这款叫做跳跳糖的口味。跳跳糖它里面就本身会有跳跳糖，就会比较多的民众觉得说，它会有以前吃那种小时候跳跳糖那种感觉。跳跳糖伫个嘴内安尼弹跳。伊的口感真特殊，过来甲斗这个现行的尖梨仔饼，真互消费者看会上目。其实，毋但这个冰淇淋店杀出古早的冰品，即摆连这个素食店嘛对着这个古早的流行咯。细汉的时阵，拢食会着这款牛奶糖，若即马伊煞甲扬起这个冰内底，倒掺这个脆饼，食着安尼甜脆，口感真好，嘛引起这个抢买的热潮。想要找到回忆中的这款口味，阁有这款超商限定版的这个金珠仔汽水，掺冰淇淋、粉柚的这个乌水拿，内底阁有掺这个柠檬汁，甲透一杯这个酸蓝甜的口味。热天的冰品特别有这个复古的风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